怎么样？被女朋友送上班的感觉不错吧？也太好了吧！希望以后每天都有这待遇。那疼不疼？给你一天几次呵护加保养，早就痊愈了。今天别太勉强了。昨天那几个病患家属应该还在医院吧？我担心他们找你麻烦。如果他们不放过你，就让他们来找我。知道了，我感受到你强烈的不合约了。好了，我去上班了，开车小心啊。你说你呢？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，光接电话了。没事，你打什么架呀？你万一把手打坏了，做不了手术，你的事业和前途不就全耽误了吗？这医院培养你们一个优秀的医生，多不容易啊！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首先应该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。我只是不希望那几个小朋友陷害。还有，祸是我闯的，希望你不要处罚他们。这都是小事，看看医院怎么处理吧。那就简单点，说说怎么处罚我。回家歇几天，3床还有媒体方面都由医院处理，你就别冒头。几天是多久？至少1个月。你们干嘛？一个个的哭丧着脸。我是停职又不是辞职，还会回来的。都去报吧，不然一会儿主任又要骂人了。明明大家都参与了，为什么只惩罚你一个人？你们还小，以后会明白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们系里打电话了，回头你们一人好好写份检查，学校不会为难你们。哦，还有，我把几个病人的病历、要点都写下来。主任，千万让院里别处罚那几个实习生。你们现在年纪都大了，正是需要他们成长为顶梁柱的时候。之后你们就按照这个来，千万别搞错。你们都愣着干嘛？该干嘛干嘛去，穿上白大褂，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都别忘了，忙去吧。我也先回家了。老大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今天这么早回来了？钟真跟我说你被停职了。怎么像赴死战场一样？咱就把这当休假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来，快吃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？我担心什么呀？我以前的人生太枯燥了，大部分时间都被患者和医院占领，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。现在好了，我终于有时间可以享受享受，完成自己的 list。你还有 list？我当然有我想做的事。不会是给筷子雕花研究鸡怎么杀比较好吃这种变态行为吧？研究食谱固然有趣，但我有件更重要的事，陪你。不过现在呢，你要做的事就是尝尝我这个变态厨师做的菜好不好？这个，我新买